由旅遊局主辦嘅2025澳門國際美食之都嘉年華，7月11日至20日喺澳門漁人碼頭、羅馬廣場及勵進大道舉行。旅遊局喺6月27日下晝喺漁人碼頭會展中心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活動內容。咁截至目前為止呢，已經有嚟自全球6大洲、21個國家嘅34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美食之都都報咗名參加唔同嘅亮點活動㗎啦。繼我哋去年呢成功咁首次舉辦，今年嘅嘉年華呢係再度呢都會設有3大嘅亮點活動嘅，包括呢個國際美食大道啦、美食之都嘅廚藝展示，仲有呢就係澳門國際美食論壇嘅。我哋致力呢係提質升級，務求呢係打造更加亮麗嘅活動內容，向世界各地呢展示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嘅獨特魅力，同埋呢係促進國際交流嘅橋梁優勢嘅。現場亦將安排3個舞台嘅互動表演節目，推動嘉年華嘅熱鬧氣氛。今年國際美食大道以香料同香草為題，設有逾100個美食展位同5個用餐區，更新增咗11個展位與葡語國家，讓市民同埋旅客盡情體驗環球美食。今年呢，主要嗰個內容都會係圍繞住一啲嘅香草啦，同埋香料啦呢一個嘅主題嘅。咁因為我哋覺得呢，就係無論澳門自身嘅美食啦，即係我哋嘅土生葡人嘅菜系啦，再加上呢，其實好多嘅美食之都佢哋對於呢個香料同埋呢個香草嘅使用都係即係有佢哋嘅獨特之處。咁所以今次呢，都會用呢一個作為佢哋嘅我哋即係佢哋美食嘅展示方面嘅一啲嘅主題。咁再者呢，亦都係我哋今次嘅一個美食論壇嘅探討嘅主題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能夠係俾多啲機會咧，我哋係可以做一啲嘅國際交流啦。咁同埋咧亦都係為佢哋咧作為一個推廣嘅平台咧，為其他嘅美食之都咧都可以通過澳門呢一個嘅平台咧係可以吸引到無論係我哋澳門嘅市民啦，甚至係一啲海外嘅遊客咧，都多啲了解呢啲嘅美食之都嘅。旅遊局於活動期間亦設有3條免費穿梭巴士線往來活動場地，詳情可瀏覽旅遊局官方網站或者關注澳門有線電視最新報導。